拉咧係一件好開心嘅事啦，但係要真正獲得人哋尊重係一件好難嘅事。即係我成日覺得我同佢嘅關係係好完全啊，可能會覺得我係破壞人家庭，又或者有好多人外界唔知嘅嘢，我係承受住好多，然後而家創立呢間公司係好想我可以有自己嘅事業，我可以有自己嘅夢想。哇，好勵志啊！伍索佢從地表最強小三榮升到做老闆娘啊！今日我要同大家講一個暗黑嘅童話故事，呢個故事叫做《醜小鴨與白馬王子》。從前有隻醜小鴨，佢叫伍索。呢一隻醜小鴨伍索，佢出身寒微，但係佢長大後覺得自己變成咗一隻天鵝。有一日，伍索出席一個豪門飯局嘅時候，巧遇佢嘅王子，而呢一位白馬王子就係已經有白雪公主嘅銀行主席馬先生。伍索憑佢嘅實力搶咗人哋老公，仲幫呢個馬先生生咗4個小朋友，從此佢就成為咗地表最強嘅小三。呢一個暗黑嘅童話故事鬧到滿城風雨，無人不知。伍索喺社交媒體度好高調咁樣炫耀佢嘅富貴小三生活，但係有野心嘅伍索，佢又點會甘於只做一個地表最強嘅小三啊？佢要做老闆，佢要做生意。之後伍索就搖身一變，變咗一個老闆娘啦。早一排呢個老闆娘仲同呢位馬先生喺伍索嘅公司春茗入面世紀大合體添啊！伍索仲藉此機會喺台上面感觸發言，喊住咁講自己嘅辛酸同埋委屈啊！嗱，我哋呢就唔係道德判官，始終清官難審家庭事，感情嘅嘢我哋外人識條鐵咩？今日我就想由一個公關技巧同埋社會大眾心理嘅角度去拆解下呢一場春茗，因為呢場春茗堪稱香港公關史上一大奇觀。嗱，大家睇翻當日嘅畫面啦，女主角着住咗一條火辣辣嘅紅色低胸裙，閃亮登場。大家知唔知呢一隻熊係咩熊啊？呢種熊叫做大熊，喺古代嘅時候係明媒正娶嘅大婆先可以着㗎咋。最驚喜嘅就係，連平時喺相入面經常要被打格仔或者只係露出背脊嘅馬主席，竟然以高清無碼嘅狀態隆重登場。大會仲好抌本啊，請咗金牌司儀阿 Bob 林盛斌做主持。嗱，阿 Bob 真係既大膽又專業啊！佢一開口就問馬生。有私人問題啦，所以我想問一問嘅，其實咧有時成日揾你，唔知係拍片啊、偷拍你、影你咁樣嘅，其實你係被逼定係自願嘅咧？講真，馬生就笑笑口咁答：多數都唔知，早知着好啲啦。吓，早知就着好啲。呢句對白真係寫劇本都寫唔到咁精妙喎。阿馬生，你係超級富豪嚟㗎喎，你平時着嚟瞓覺嗰套睡衣都貴過晒我哋啲西裝啦。你究竟係需要着得好啲啊，定係需要遮得好啲啊？不過算啦，戀愛中嘅男人就好似一隻純純兔一樣，我哋都應該俾翻啲掌聲俾馬生呢一份純真嘅。好啦，成場戲嘅高潮呢，並唔係馬生講嘅嘢，而係女主角喺台上面哽咽啊！佢喺台上面攞住支咪，梨花帶雨咁講。有好多人咧覺得做少奶咧係一件好開心嘅事啦，但係要真正獲得人哋尊重係一件好難嘅事。佢仲話有好多人外界唔知嘅嘢，我係承受住好多，然後聽到呢一度就有好多問號撞入我個腦啦。第一，佢話獲得人哋尊重係一件好難嘅事。其實大部分嘅香港人都好有教養噶，就算對住一個餐廳侍應、洗廁所嘅姐姐或者掃地嘅嬸嬸，甚或乎清潔街道嘅伯伯，我哋香港人都會好尊重佢哋噶，因為職業無分貴賤啊嘛。而你伍索，你住大屋，周遊列國，有個100億富豪 back up 你開公司做老闆娘，喺自己嘅主場同自己嘅員工講話好難獲得尊重。伍索，你咁有錢都難以獲得人哋尊重，咁你有冇諗過點解啊？第二，你話你承受咗好多外界唔知嘅嘢，路係自己揀，仆街唔好喊，何況你條路越行越富貴，你喊咩啫？
應該喊嗰個都唔係你啦。哇！呢一篇報道一出，留言區啊，簡直就係逼爆人啊！有人話你做小三做到咁理直氣壯，真係第一次見；又有人話做小三做到咁高調，真係聞所未聞啊！咁留言區嗰度都有人幫伍索講好說話嘅，例如話賭王都有4個太太啦。但係大家唔好忘記，嗰個係賭王，而喺芸芸超級富豪裏面，名正言順咁有4個太太嘅，都只有賭王一個。呢一個係一個特別嘅例子，我哋唔可以將一個特別嘅例子當成常態。好啦，我哋講翻尊重呢個問題先。女主角話好難獲得人哋嘅尊重，佢想有自己嘅夢想，有自己嘅事業，冇問題噶。你想搞事業，你好有上進心，但係問題係公眾點解唔埋單呢？因為喺一個有正常價值觀嘅社會裏面，尊重唔係買翻嚟噶。你要人哋尊重你，你首先要尊重自己，你亦都要尊重人。喺你想大眾尊重你之前，麻煩你憑良心回答一個問題：你究竟有冇尊重過嗰位原配夫人啊？你有冇尊重人哋嘅身份？你有冇尊重人哋嘅處境？你有冇尊重人哋嘅感受啊？當你喺 social media 嗰度瘋狂咁樣 post 你同人哋老公嘅相，同人哋老公周遊列國，同人哋老公慶祝生日，大晒同人哋老公嘅恩愛，甚至好似今次咁高調請司儀搞春茗放閃嘅時候，你有冇1秒鐘停一停，諗一諗，喺同一天空下有另外一個女人可能正喺度睇住呢啲新聞，嗰個人係真正名正言順嘅馬太啊！佢承受緊嘅壓力、尷尬同埋心痛，又有邊個去同情佢呢？你喺台上面盡顯委屈，但係你嘅委屈係建立喺得到咗100億富豪嘅寵愛之上，而原配夫人嘅委屈係建立喺家庭被瓜分，要同人共享老公，同埋不斷被你踐踏嘅尊嚴之上。兩者嘅重量可以相提並論咩？你可以選擇你想要嘅愛情，但係你唔可以要求全世界都要為你嘅愛情起立鼓掌。當你選擇咗行一條非傳統嘅道路嘅時候，你就應該明白呢條道路嘅入場券就係要低調。你唔可以又要威又要戴頭盔，你唔可以又要搶人哋老公，轉頭仲要大眾頒個傑出獨立女性大獎俾你，又要做又要立貞節牌坊，呢個世界邊有咁着數噶？喺呢度，我亦都想以一個旁觀者嘅身份同馬主席講兩句。馬先生，你喺商界叱咤風雲，大家都好佩服。你擁有嘅財富去到呢個級數，基本上你想點就點，冇人阻到你。但係自由同埋放肆係兩回事。你作為一個有頭有面嘅人，一個家族嘅代表，你喺台上靦腆嘅笑容，喺網民眼中其實係一種對傳統婚姻契約精神嘅漠視。你喺台上度話早知就着好啲啦，其實着咩衫真係唔緊要，最緊要嘅係做人要識得顧全大局。當你喺度成全緊你身邊呢位紅顏知己嘅事業夢同埋名分夢嘅時候，你其實係親手將你嘅原配夫人一步一步咁推向一個更加難堪嘅境地。無論你段婚姻係唔係名存實亡都好，有一種溫柔叫做收斂。希望你哋唔好再喺人哋嘅傷口上面開 party 跳舞。總結一下呢一場春茗，我哋學到啲咩？第一，想做公關 show 嘅話，千祈唔好自己做編劇，因為受害者人設如果冇說服力嘅話，會即時炒車噶。第二，尊重唔係用錢搞場春茗，請個金牌司儀返嚟，大家就會俾到你噶。尊重係建立喺你點樣對待身邊嘅人，尤其係你點樣對待嗰個因為你而受傷嘅人。最後，我想大家俾多啲掌聲，俾嗰位喺呢10幾年嘅風風雨雨入面，一直保持沉默，冇出嚟開記者招待會，冇上網發千字文互數嘅原配夫人。喺呢個乜都要攞出嚟晒命，中意搶眼球嘅年代，有一個人佢選擇咗唔出聲，保留住最後一絲體面。佢嗰份不吵不鬧不爭不搶，佢選擇咗自己過好自己嘅生活，佢先係真正嘅高貴。
佢先係真正值得我哋大眾去尊重佢嘅人。佢教我哋有一種高貴叫做沉默。好啦，我哋今日食花生呢就食到呢一度，記得 subscribe 我嘅 channel，仲要 CLS 我條片啊！我哋下次再傾過啦，拜拜。